最令我受傷嘅就係成日話我老闆娘乜，因為佢老闆娘佢唔係淨係講嗰個身份出嚟，隱藏咗兩個幾大嘅意思，就係好中意屎忽痕篤背脊啊，冇料但係又要存在喺個世界。佢打嗰段嘢令到我想自己有呢個感覺咯。你係原罪啊！佢話，因為你上位唔係因為你嘅實力，係因為你同老闆嘅關係啊嘛。我自己嗰個睇法係咧，呢個反而可能係令到你冇咁容易俾人欣賞到你嘅地方，但係你咪更加係一個動力俾你去做得更加好，令到你可以證明到俾人睇，其實我自己係成功嘅咯。因為之前咧，可能做咗2-3年睇到咧，真係有啲唔開心，因為乜都冇做過噶嘛，淨係可能成班人一齊玩都要無啦啦要鬧我咁樣。又或者係話，其實佢用呢個批判嘅方式去批評你咧，係令到佢好似站喺一個道德高地咁啊，令到佢比你高啊。咁而事實上有好多人係需要呢啲咁樣嘅嘢咧，去 validate 自己，去肯定自己，令到自己有嗰個咁嘅價值。因為可能其實佢自己對自己其實係最殘忍嘅。4台巨星成蝦頭2025心靈自肥喜劇 FLDPK 肥蘭的拼勁，多謝支持，全部門票經已售罄。2月28至3月2戲曲中心大劇院，下晝3點，晚上8點，入場大笑當運動，睇到流淚去水腫。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同埋撳埋 YouTube 個鐘仔啦。